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10月31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金老师。今天是 A 股的10月份收工。今天这个虽然指数下跌但是金融消费者感受并没有那么狼狈。今天是三大指数集体下跌，截至收盘，上证指数跌0.81%，这个上证指数10月份一共是涨了1.85%，并且这个两度突破这个4000点，昨天还站稳了4000点，今天呢又收到4000点以下，深成指呢是跌了1.1%，10月份深成指是跌了1.1%，今天也跌了1.1%，所以说直到昨天深成指都是打平的就今天一跌把整个10月份呢拖累了。创业板指数今天是跌了2.3%，10月份创业板是跌了1.56%，这个今天这个成交额2.3万亿，比昨天少了大概1000亿，量缩的也不大反正还是在2万亿以上呢。这个全市3790家上涨，1553家下跌，所以别看今天这个指数是下跌的，但是涨的股票多，而且今天就是前期那个强势板块，什么算力板块人工智能、科创都在下跌，强势股都在下跌，但是这个白酒消费类的前期不怎么涨的，趴窝的还有小盘股今天纷纷反弹，这个给人感觉好像是这一轮已经走完了。一般的都是牛市或者是一次大的反弹完了之后，一些弱势板块补涨，强势板块回调。那今天就是白酒的吧，白酒已经很弱了，反弹前期不涨的，今天都弹了一下，所以今天上涨的家数多所以今天指数下跌，但是将近3800家股票是上涨的。那整个10月份由于这个指数基本上都没有涨，沪指涨了1%。其他的指数都跌了1.几，整个10月份恐怕金融消费者又是赔钱的一个月至于说这一波是不是走完了，目前不好说因为整个指数给人感觉是尽在掌握已经实现了精准调控。由于这个散户并没有像以往那样疯狂从这个也能感受到，有可能指数牛市还没走完。一呢，它拉得这么高，散户没有疯狂，那就说明还没人进来接盘，主力很难出去所以它后面还继续维持这么一个高位。也就是说会不会到5000点这不知道，但是它会有守着这个4000点震荡，一直要等到这个接盘的人进来，接盘侠提着钱进来，否则他们走不了现在这个散户像这个惊弓之鸟不愿意进来接盘，所以只好说让这个外资接盘中国证监会正式发布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优化工作方案，优化简化 QFII 投资前准备流程，对主权基金、国际组织、养老金、慈善基金等配置型外资准入许可实行绿色通道，放开 ETF 期权投资范围等。什么意思就是你是国外的这个主权基金、养老基金还有慈善基金这些，因为这些资金它是要全球配置，它不是说到哪个国家就抄哪个国家股票去拉高你的股票去怎么样，它是配置。配置什么意思？就是被动型的要买。那对这种基金呢，现在是大开绿灯，绿色通道，就是你来报备一下你就可以进来买吧，实际上就让人来接盘嘛，外资来接盘自2002年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推出以来， QF 便成为外资进入 A 股市场的重要渠道之一，并且选股偏好、投资风格和配置思路等与内地资金不同。欧美外资投行 QF 的投资风格更多是配置的思路，持有一揽子股票，数量多超过100只。中东主权基金如阿布达比投资局对紫金矿业及恒力液压等个股长期持有，不过也不乏波段操作，部分持股以获利了结。盖茨及梅琳达基金会持有 A 股集中且偏好小市值个股。截至10月30日，今年3季度，摩根士丹利、阿布达比投资局、摩根大通、澳门金融管理局等 QF 虽有部分波段操作，什么意思写得很委婉也就是逢高了结了。截至10月30号以上外资波段操作就是逢高了结已经撤退了。总体上仍在继续加仓 A 股，至少有121只个股获得增持，增持最多的不是半导体，而是电气设备、机械、硬件设备、化工、医药生物等。总之谁都不傻，谁也不想给谁抬轿子，对吧？就是新进来的这外资人家也不进半导体，你这玩意几十块炒到几千了，谁敢进各玩各的。
我们再看啊，这个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啊，10月30日，农业银行发布业绩报告显示，今年前3季度，农业银行实现净利润2223亿元，同比增长3.28%。截至10月30日收盘，农业银行 A 股总市值2.74万亿，大概就是不到4000亿美金啊。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在全球银行业市值排名中，农业银行啊已经超过美国银行总市值，目前排名仅次于摩根大通。摩根大通是全球排第一的，就是银行市值啊。现在咱们的啊，中国农业银行排名第2，已经超过工商银行啊。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啊，也就是这些银行啊已经被拉冒烟了。接下来如果再拉银行合适吗？对吧？你把银行股一个个的拉的比那个摩根大通还要高，这个不好解释啊，对吧？你说到时候工行、农业银行、建行、中行一个个的全球前5名的这个银行全是中国的市值啊，恐怕不太好解释。也就是啊，用银行来拉指数恐怕空间不大了。接下来我们再看看这个第一财经的几个报道啊。首先是第一财经报道啊，说一个财务啊从公司划走560万打赏主播男模，560万呢打赏啊。说2024年12月，公安机关接到某汽车设计公司法人顾某报案称，公司财务周某私自从公司账户转走数百万元，并已失联。同日，公安机关将周某抓获，他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2023年10月，周某通过招聘进入该汽车设计公司担任财务，他和老板顾某同在一间办公室。10年前，母亲患病去世，周某整日沉浸在伤心中，患上了抑郁症，需要吃药控制。周某交代，由于每晚需药物助眠，她和丈夫产生间隙，于是周某开始寄情于看直播。她陆续通过直播打赏花费100万余元。丈夫得知此事后和她发生争吵。去年，周某和丈夫正式离婚，她一个人住在出租屋。为了排解孤独和抑郁，她更加肆无忌惮地看直播，给主播打赏。然而，每月6000元的工资根本无法承担这些开销，他便对公司的账户动起了心思。据周某交代，他的转账方式有2种，一种是顾某将 U 盾主盾交给周某，授权他通过灵活用工平台给有劳务合作的第三方非正式员工发放报酬。为防止出现计算错误，顾某会要求他多转一些钱，周某待公司支付报酬后，便将这些剩余的款项转入私人账户。第2种是周某盗用顾某的 U 盾主盾，直接从公司账户转到周某本人账户，或是在公司钱款转入灵活用工平台后，从用工平台直接转入自己的账户。总之啊，就把钱从公司的账上想方设法的导到自己账户上。周某一共从公司转出560万余元为己所用。这个事情发生在上海啊，宝山区检察院审查认为，周某的上述行为分别构成盗窃罪和职务侵占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秘密窃取公司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法院以盗窃罪、职务侵占罪判处周某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2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1万元。新闻晨报啊，这个新闻实际上什么意思呢？我想说的是第一个啊，就这个公司啊，这个财务管理这混乱到什么程度吧？一个人就能把钱划走。我是知道的啊，一般的对公账户啊，它有2个 U 盾，一个是审批，一个是划转，大概反正就2个功能吧。你怎么设计不重要，就这2个 U 盾有2个人掌握。你要想把这个钱从账户上打走，对吧？必须你在这个界面上，你进入这个网站或者进入这个银行的 APP， 对吧？你去操作，操作完之后，你就比如给这个公司要付100万。你发起之后啊，他然后要等着别人审批，另外拿另外一个 U 盾的人呢去审批，他同意了，好，这个钱才能付得出去。就是像这种2个人掌控，那你只要做到这一点，那周某想把钱汇出去很难。那周某怎么可能还能偷这个法人的那个 U 盾去用呢？这是第一个。第2个，我就怀疑这公司恐怕涉及偷税漏税，怎么会这么大量的资金往出转？什么第三方用工平台给人付现金，完了他能直接打出来提现，这里面恐怕涉及到这个税务问题。第3个呢，这个周某当然是咎由自取啊，职务侵占、盗窃。但是我想啊，你想他一共是560万，判了12年，那有很多那些对吧？那些婆罗门动不动都多少亿对吧？几十个亿的，合着也才判10几年嘛。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是吧？你看那个动不动上电视忏悔的那些人对吧？那一摊的多少套房子，多少亿对吧？那个点钞机对吧？都要数
数坏好几台，甚至是有个报道对吧？说那个从地下车库啊，那汽车从那个地下仓库把它钱拉出来，那个车好像都拉不动啊。我看过报道啊，对吧？这些巨贪都是多少个小目标对吧？几十个几百个小目标，好像也就判个10几年20年。他这个560万12年，要么就是这个女的中了，要么就是别人判轻了，总之哪儿不大对劲。这个第一财经啊，还有一个报道就是关于骗局啊，资金盘，又一家套牌资金盘被曝崩盘，年化收益率超6倍，碰瓷知名创投，启明创投什么 QMVP 套牌资金盘被曝崩盘。这个第一财经报道啊，他说近日啊，据多位用户爆料，一家名为启明创投 QMVP 的资金盘崩盘。启明创投大家知道吧？反正是一家知名的创投。那这个显然啊是碰瓷啊。从上周末开始 APP 就已经打不开了。一位用户说啊，又一家资金盘崩盘了。第一财经记者发现，启明创投 QMVP 套用国内知名私募股权基金启明创投的简称 logo 和宣传资料，以类私募基金的产品为投资载体，宣称超出想象的收益，如月息30%、日利率2%、年化收益高达200%等。截至最新，启明创投已连发3次严正声明，强调私募基金仅向特定符合条件的合格投资人募集资金。启明创投无官方 APP。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像这个私募基金啊，它发行一支基金啊，它这个基金的这个投资人呢，不能超过300，好像是300吧，不是300就是200，这个大家自己可以查一下。就是说你发行这支基金，私募基金，你比如起个名字对吧，叫新能源或者叫新算力什么什么投资基金，好，你准备募集啊1个亿，你这1个亿你只能有200个以内的人投资，你不能说搞1万个人投资，10万人投资，那是不行的。你这个只能是200人以内，200人以内你1个亿的话，那就相当于你一份啊就要卖50万，至少50万，大概就是意思啊，就是你不能就是说你搞上这个上万几十万人来投资1个亿啊，一个人投1毛投10块也可以，不行的。这总之啊，就是总人数不能超过200或者是300。一支基金啊，实际上信托也一样啊，信托也是的，你发行一个信托产品也是不能超过200或者300。根据用户爆料啊，启明创投 QMVP 上线于2024年11月，传播渠道较为隐蔽，参与者需要通过第三方链接下载境外 APP， 下载提示未备案，下载该 APP 后只有输入邀请码后才能在该 APP 注册账号，没有邀请码的普通用户无法进行注册，亦无法进入该 APP 其他页面。你看看，也就是这个 APP 那还是很讲规则的，不骗一般人呢，对吧？你想上当受骗还不行呢，还必须有人介绍啊。10月3日，第一财经记者试图打开该冒用品牌 APP 下载地址，发现已无法加载。据用户提供的内容，其投资产品栏设置了新手推荐、优质好基、稳健理财、优选定投和高端真享等5个品类，其中不少产品名称也在模拟私募基金，但投资形式却大相径庭。比如在优质好享中，一款名为英诺尊享 CTA 产品，起投金额仅4500元，日化报酬率高达 1.23%， 投资周期为4天。另一款名为唐龙量化对冲1号的产品，起投金额9900元，日化报酬为 0.85%， 投资周期为11天。一款名为永捷新材的产品，日化报酬率为 1.8%， 折合年化收益率高达 657%， 起投金额13800元，投资周期为12天。你想一想吧，这比你炒股对吧，比你买比特币买黄金那强多了。年化是 657%， 投1万一年就能赚6万多吧，投100万就能赚600万，还炒什么股啊？这个也不用动脑筋了，你买了就行了，放那儿。一款名为中立股份的产品，日化报酬率 1.58%， 折合年化达 577%， 这个又是5倍啊。这个是起投金额28000元，投资周期15天。它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啊，它这名字都是上市公司的名字，比如说现在寒武纪很牛吧，所以它那个产品名字叫寒武纪真享是什么什么，让你感觉好像你这个钱是投给寒武纪的，知道吧？搞这个算力，搞芯片的，所以你就觉得你这个收益率高是合理的。第一财
金调查发现，与其他资金盘相比，该资金盘产品投资周期均较短，静态收益极高，迎合了部分用户赚快钱的心理。为了增加可信度，该冒用品牌 APP 中甚至还上线一款名为活期宝的产品，宣称日利率 0.5% 至 2%， 活期宝。所谓静态收益，是指投资人仅投资不拉人头，获取相对固定的收益；与其相对应的就是动态收益，指投资人通过拉人头的方式获取高额提成。这不就老鼠会吗？这就是传销啊！你拉一个，那个人再拉8个，你想想吧，这不就9个了吗？你就相当于你拉了9个人呢，那下面8个人，每个人再拉10个人，你就相当于这个拉了89个人，这什么概念啊？这老鼠会啊！这发展的人员和资金越多，收益越多。据了解，该冒用品牌 APP 每发展一名下线，可获250元现金奖励，下线运积分购物后，上线还能获得提成。你看看，这老鼠会就形成了啊！你就发展1个人，那1个人发展了8个人，那下面8个人每个人发展10个人，你就搞了89个人，这89个人以后消费啊，都跟你有关系，他这里面充值啊、投资，你都能拿提成，对不对？89个人1个人，你先拿200啊，1000多块钱这个提成就拿到了。完了之后，他们还再投资的话啊，那个钱还有你的份儿。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这个老鼠会啊，这是为什么积极的去拉人呢？拉人头呢？实际上这个骗局啊，一点都不高明啊。他这个高明在什么地方？也就是他碰瓷这起名创投，他这个 APP 啊，他这个界面，他的 logo 用的都是起名创投。起名创投是个比较知名的私募。哎，你要不相信的话，你对吧？你人工智能 DeepSeek 或者是豆包是吧？你搜一下，百度一下啊，起名创投一搜啊，知道知名私募基金，感觉靠谱。完了之后你进去一看全是上市公司名字啊，感觉更靠谱，对不对？而且这个是你朋友介绍的，还给了你一个邀请码，你这些一般人你想去投，你也投不进去。这个邀请码实际上就是老鼠会的一个标志啊，就是这个下线是谁发展的，这不做标记的啊，是你发展的下线，但以后就算你的业绩。这个套牌起名创投那还算胆儿小的，因为起名创投毕竟是一个私募，还有 APP 碰瓷保险公司的，保险公司是国家金融机构啊，对吧？这个我记得以前节目介绍过啊。在其 APP 上，多款产品的担保机构显示为中国太平洋保险。你想想，你这笔投资啊，它下面写着担保机构是中国太平洋保险，那你想想，那你肯定认为这个万无一失，对不对？这万一赔了，那个保险公司要赔钱呢。实际上跟人家太平洋保险没1毛钱关系。比如一款名为大研量化险股1号 A 类份额产品，最低认购金额为6200元，日化报酬率为 1.28%， 投资周期为5天，到期收益为396元，就是利息啊，就是5天。该产品的担保机构为中国太平洋保险。第一财经调查发现，套牌资金盘可以说是资金盘的典型模式之一。比如一款名为富途优配的资金盘冒充富途证券制作虚假 APP， 宣称跟着专家炒股，盈利后专家获得 30% 的利润，参与者获得 70% 的利润。一款名为粤港澳大湾区 APP 的资金盘打着粤港澳大湾区门户网的名义，发布深圳地铁、健康湾区等投资产品，承诺周收益率超过 10%， 年化 7.8%、11.2%， 以财政补贴的名义推销虚假金融产品。李旭反传防骗团队负责人李旭长期跟踪资金盘，他对第一财经记者说啊，套牌资金盘加虚假理财是诈骗分子精心设计的组合拳，利用知名机构的信誉做背书，用高额回报做诱饵，最终结果是崩盘跑路。套牌资金盘冒用知名企业、金融机构、央企、国企等名称宣传资料，伪造或套用他们的营业执照、红头文件或者授权书，甚至连 APP 界面都做得和真的一模一样，以此取得投资人的信任，混淆视听。仅10月份，我们就在公众号里警示了200个资金盘，而这些都还只是冰山一角。李旭对第一财经记者说啊，你看啊，这个资金盘居然这么活跃，也就是说啊，这恐怕真的像地保老人一样有信息茧房啊，还有那么多人居然不知道资金盘，不知道是吧？超过银行利息3倍4倍那都是诈骗。银行存款利息现在2%不到，只是1年呢，你一天2%，什么概念？与投资
司实体经济或金融市场等正规渠道不同，资金盘不产生任何社会财富，它的唯一收入来源就是后来投资者的本金，像是一个需要无限扩张的病毒。一旦新资金流入速度无法覆盖旧成员的收益，整个系统就会瞬间崩塌，让绝大多数参与者血本无归。庞氏骗局啊！第一财经在调查过程中发现，资金盘在演变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个生态圈，顶层是资金盘的操盘手，中层是常年游走入各个资金盘之间的团队长，而底层的散户则是最终的接盘侠。资金盘具有典型的传销特征，即拉人头，迅速扩大团队，拆东墙补西墙。犹如项目本就是一个骗局，没有实际营收，只能依靠各种推广优惠、团队奖励，诱惑越来越多的人带着投资款加入其中，只待时机一到，收网崩盘。他这个时机到什么意思啊？就是操盘的人一看这个利益最大化了，对吧？再玩下去啊，他这个新来的资金速度已经慢了，而他犹如这个人越来越多，支付的费用，对吧？要兑付的钱越来越多，他这个蓄水池子里面，他会有，就你要通过计算你就知道，他在某一个时刻，他那个蓄水达到最大化，再往后的水只会往下降了。所以操盘的人就等到那个蓄水达到最大化的时候，突然崩盘，把蓄水池的钱整个挪走，游戏结束啊，这就最大化。当然了，有的时候最大化之前呢，他恐怕就走漏风声了，对吧？也被有关部门盯上了等等吧，就是他感觉到危险了，他也有可能提前收割，对吧？不一定非要搞得最大化，那是很危险很大。他提前收割完之后，他再重新开发一个 APP， 对吧？还是原来的那些团队长接着推销啊，接着拉人呢，反正这些人，对吧？这些韭菜啊，不割的对不起老天呐，不割的是暴殄天物，所以说他赶紧收网，再来一局新的，接着割。尽管每一个骗局都有自己的特点，但也存在着高度相似之处。李旭介绍啊，资金盘主攻人性弱点，利润稳赚不赔、高额返利、国家扶持、内幕消息的话术，对于缺乏投资经验、追求短期收益，甚至对所谓的政策红利抱有幻想的人来说，几乎毫无抵抗力。加之一开始各个项目都会让投资者小额试水，并很快给予返利，等到人们放松警惕，投入大额资金，陷阱才算正式打开。这个第一财经在调查过程中发现，资金盘在演变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个生态圈，生态圈的顶层是资金盘的操盘手，其核心目的是骗取钱财，谋取巨额非法利益。李旭介绍，资金盘的起盘方通常藏匿于境外，他们设计资金盘的框架、游戏规则、软件开发等。近几年来，电诈团伙和资金盘开始合流，披上投资理财的外衣。这不就是柬埔寨的那个公爵，对吧？陈志嘛，对吧？被某些国家宣传成慈善家，对吧？什么企业家陈志啊，这都是他的业务之一啊。由于近年来啊，对电诈、对资金盘的打击啊，这些操盘手被抓的风险越来越高，于是更多操盘手选择在境外当幕后老板，在国内发展代理人，通过线上网站 APP 诈骗钱财。而新盘诞生之后，急需启示，境内一些常年游走入各个资金盘的团队长就起了启示的关键角色。这些大团队长具有丰富的玩盘经验，有的甚至干了10几20年。他们既是资金盘的投资用户，同时也在拉人头，过程中扮演了代理与推广的角色。李旭说啊，这些团队长在各大社交平台招募愿意玩盘的队员，并开出一些担保条款，比如保证团队员前多少天内入场，包赔到底，扶持一定比例的投资资金。如果发展下线的话，团队长可以包赔到什么什么级，多少天内出问题，负责到底。这个就是我以我的名义担保，我是大团队长，我下面拉了5个团队长，小团队长，这小团队长我给你担保啊，1个星期之内你投的钱保证你能出来，出不来我给你，我们是朋友啊。甚至我不仅保到你，我保到你的下线，你的下线啊，在多少天之内，比如到这个11月8号之前的投资，我都保你能出得来，出不来我赔给你，你的下线的钱我都赔，以个人名义担保。下面这些，所以说啊，这么一说的话，就是这些所谓的受害者，他们根本就不是受害者，他们是帮凶，他们是助纣为虐，他们是明知这是骗局，只不过是要割更下面的人。所以这些人应该也要一网打尽啊，他们是诈骗犯呢，对吧？他们知道这个是个资金盘，就是这么玩的。团队长以及自愿加入的队员就成了有组织有目的的玩盘者，而这些玩盘的小团体并不会留恋于某个资金盘，他们通常会把资金盘人气做旺做大，待到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其中后，就会带领自己的团队兑现撤离，就人家先跑了，后来的人最终成为接盘侠。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看这样的报道呢？你想象一下，这就和胡适没有任何区别啊。胡适的上市公司啊，就是那个操盘的，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就是操盘的。然后这个坐庄的呢，就是这个团队长，团队长跟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沆瀣一气，对吧？他来坐庄，然后他拉自己的小弟，对吧？拉更多的资金来跑之前，对吧？等把这个股价推高了之后啊，跑的时候他们一起跑，这些人先跑，剩下的人都是来接盘的，不是一个道理吗？大的团队长就是坐庄的，后来进入的人成为最终的接盘侠。根据一位用户的微信截图，早在今年5月份就有团队长接到通知，警示启明创投 QMVP 的风险，进而提前带领团队撤离。同时，这些团队长会持续寻找新的资金盘，进行着一轮又一轮的刀尖舔血的游戏。然而，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部分团队长警惕性欠缺，在资金盘崩盘前尚未来得及撤离，导致整个团队全军覆没，成为资金盘的牺牲品。这个很有可能啊，是团队长跟他的团队啊被操盘人设局了。也就是我刚才说的啊，这个操盘人什么时候结束，是看这个风险程度和现在的盘子里面的资金。本来是你放1块，我也放1块，大家个人放1块，对吧？越放越多，放到100万的时候，人家才咣当一下捐款跑路。这回团队长这10个人刚把一个人1块刚放进10块一放，人家就一收走了，后面不玩了，计较的就是你这10块。所以团队长跟他的团队全军覆没啊，这就不讲武德吗？说好了对不对？还往下玩了，结果这个团队和团队长就是资金盘操盘人的目标。说这些专业玩盘的人，目的就是赚快钱，在法律上应当以共同犯罪予以打击。即使不存在介绍投资的行为，在道德上也应该予以谴责。当然，聪明人有时候也会被聪明误，以为投得早跑得快就不会被收割，但是难免会遇到专门为聪明人设计的短命盘，半个月就收割跑路。就是我刚才介绍的短命盘，就是人家就要收割的就是你这些团队和团队长，等到你们把钱往里一放，人家就关门，这叫短命盘，目标就是你们。所以说啊，公安机关如果仅打击这个操盘的，这个是不够的，实际上要打击这些什么团队长，他们也是个严密的组织，对吧？这些人不打掉，这种资金盘啊，只会生生不息啊，叫野火吹不尽啊，烧不尽啊，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啊。这就是为什么，对吧 ？P2P 暴雷，从易租宝到现在差不多有10年了吧，10几年，对不对？天天媒体都报道这种资金盘，到现在资金盘依然是方兴未艾，依然那么多人上当受骗，为什么？所以这些人啊，就是主要里面很多人他不是受害者，他们是施害者，然后一直把他们当作受害者，所以这个遗毒，对吧？毒就留下来了，不能断根。有的时候啊，看到这种报道的时候，真的希望按这个加速键快进，是吧？让这些骗局尽快赶紧这个按个快进键算了，让这些喜欢上当受骗的，对吧？这些贪婪的早点结束，重开一盘，要不然这么稀稀拉拉的，对吧？这么磨磨唧唧的，搞到什么时候啊？对吧？就这么骗不完，这韭菜茁壮成长，一波一波的，真是啊，骗局无处不在。明知是骗局，对吧？依然要这个倾家荡产，孤注一掷。明知山有虎啊，偏向虎山行啊。这个胡适啊，才是最大的资金盘呢。好，这一期节目啊，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